它就直接这样子放。嗯。那个玉你也带无菌一下，那个无菌烟压。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唐家仁，今天要在这边跟各位报告的案件是，本局安全检查大队和关务署台北关，从今年1月份开始，陆续查获了多件从中国大陆寄来的航空货运包裹，其中内容物是不明的白色结晶物。经过我们检验，发现到这是在卫福部去年108年10月1号公告的新兴毒品第3级2氟去氯 K 他命。案件均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，过程中查获了犯嫌10人，目前个案依然持续在向上溯源，追查幕后的集团共犯以及毒品的流向。当然，我们也发现到这一类案件有持续增加的一个趋势。我们深入的研究分析，发现到这一个从中国大陆进来的2氟去氯 K 他命，跟从台湾寄往中国大陆的硝西泮、硝甲西泮、一替唑仑是不同类型的案件。为什么会从中国大陆进来台湾？我们发现到是因为2氟去氯 K 他命跟传统的 K 他命在外观以及施用以后产生的效果极为相似，被差距。在这样暴力的一个驱使之下，不法的走私集团屡屡用小型的包裹来闯关获取暴利。在当前我们防疫优先工作的前提之下，面对这种走私集团的挑战，航空警察局全体同仁不敢懈怠。从今年1月24号中央流行防疫指挥中心成立开始，到今天为止，本局全体同仁查获的毒品案件总共有15件，契获的人犯23人，查获的毒品总重量达到了30公斤。这显示出我们在扮演截毒于关口的这个关键角色上，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。同时，由于口罩也是重要的管制物资，从1月28号开始，我们在口罩的查工作出口这个部分，我们拦查了1748案，截获了23万多片的口罩，也为防疫工作做出了具体的一个成绩。面对防疫，面对打击不法，我们扮演好我们应该有的角色，全体同仁在工作上尽心尽力。我们也希望为国人的健康，为社会的治安，尽好我们最大的努力，做好最好的工作。谢谢大家。